第71章兩橫一豎就是幹，兩點一力就是辦。見到張寶峰咁講，林業就肯定呢隻貓臉婆真係難應付。畢竟以張寶峰呢個守財奴嘅性格，係絕對唔會放過一次賺錢嘅機會，除非呢件事會威脅到佢嘅小命。唔好切，反正呢件事做成唔做成，嗰高華俊都一定俾報酬。張寶峰問起兩個人意見，霍丘山有些不好意思，呢樣嘢好似冇職業操守咁。林業碎咗口叼住嘅香煙，起身吐出一個字：切。既然做唔到，就應該做自己嘅事。嗰七釘封官嘅嘢絕對唔算數，唔係因為礙於張寶峰同霍丘山嘅面子，自己剛剛就出手啦。咁爽快？張寶峰有些意外。三人剛要離開，一陣迷霧突然擴散，只係眨下眼嘅功夫就覆蓋四周。唔會咁巧啫。張寶峰咽咗口唾沫，林業就係眼神微迷，直接拔出後腰嘅苗刀。加之一道靈嘅聲音傳來，三人齊擦望過去，只見一個勾咗個身子嘅老太推住一個嬰兒車走過嚟。老太低住頭，睇唔清容貌。點算？張寶峰係真係慌咗，霍丘山都冇把握。點算？林業冷哼一聲，歪咗少少個頭，嘴角一歪，兩橫一豎就係斬，兩點一力就係辦。佢係邪祟大惡，我老嘢仲係旁門左道巨擘。林業講完，瞬間出手，手中苗刀劃破空氣，猛然斬出，口中低喝：土靈！土靈從腳下飛出，轉入地面，拖住呢老太嘅雙腳。管佢乜嘢貓臉婆，先食小爺三刀先算。苗刀朝頸部斬出，但係俾貓臉婆抬起嗰隻乾癟得只剩下皮包骨嘅手輕易捉住。貓臉婆慢慢抬起頭，林業先睇清楚，雖然係一張人臉，但卻滿臉黑毛，令人有一種恐怖谷效應嘅恐懼感。捉到咗！林業一驚，但隨即嘴角上揚，可以輕易接住自己一刀，的確配得上大凶呢兩個字。貓臉阿婆發出樂樂怪笑，放開林業嘅苗刀，隨即掏出兩個蘋果。細路，肚餓咗啦，你要食呢個紅蘋果，定係呢個綠蘋果？我要食你大爸。林業剛要揮刀再砍，臉色就變，動唔到。張寶峰同霍丘山對望一眼，剛踏出一步，一樣一驚。四周好似有啲能量令佢哋動彈不得。貓臉阿婆只係輕輕抬起腳，土靈就被拔了出來。細路仔，食蘋果嗎？土靈驚恐地跑到林業身邊。雖然都係大凶，但土靈顯然唔係貓臉阿婆呢個級別。五靈。林業同時召喚出四靈，見到四個細伙伴，土靈瞬間底氣十足。見到呢隻貓臉阿婆前面嗰架嬰兒車入面，一對散發住紅光嘅眼睛正盯住自己，林業突然諗起啲乜嘢，擋住嬰兒車入面嗰對眼睛。雖然唔知呢架嬰兒車入面係乜嘢玩意，但自己動彈不得，肯定同佢有關。五個細路仔一樣攻向貓臉阿婆，貓臉阿婆只係一抬手就輕易擋下五靈嘅進攻。火靈機靈地，一口火球噴向嬰兒車。貓臉阿婆趕緊拉開嬰兒車，嗰對紅眼睛消失，林業瞬間可以動彈，吹動丹田陰氣喺手掌化成一團綠色火焰，猛然一捏，火焰擴散四周，場景變化成一處古街。呢係鬼遮眼？張寶峰有些意外，但突然諗起林業上次搞到一張攝魂人皮。林業拉開距離，轉身就逃。霍丘山睇到熱血沸騰，林兄，我哋。佢一開口，林業就知佢想放咩屁，打唔贏，走。隨即又換回五靈。啊！霍丘山一愕，呢個突如其來嘅撤退令佢冇反應過來。唔係兩橫一豎就係幹，兩點一力就係辦嗎？咁就走咗？貓臉阿婆只係腳掌輕踏，鬼遮眼嘅幻術瞬間被破。林業再次掉頭轉身，手掌劃過刀刃，殺氣附身，
腳掌猛踏地面，一刀斬出。呢一刀並冇斬到嗰隻貓臉阿婆，而係斬向嗰架嬰兒車入面嘅嘢。駁黐！嬰兒車入面嗰隻嘢半個頭被斬咗落，黑色嘅鮮血淋喺地上。呢下先睇清楚呢究竟係乜嘢玩意？嬰兒嘅身體，貓嘅毛髮。呢個突如其來嘅出手，唔講張寶峰同霍優山冇諗到，就連貓臉阿婆都呆愣喺原地。剛剛嗰一刀，林業就清楚呢隻貓臉阿婆自己打唔贏，就算係殺氣附身嘅一刀都未必可以斬殺呢隻貓臉阿婆。但佢呢架嬰兒車入面嘅嘢就唔同，呢個嘢唔知係乜嘢，但太過詭異，一雙眼睛睇到嘅活物都令佢動彈不得。呢隻貓臉阿婆一腳就可以破自己嘅鬼遮眼，就算係跑，有呢個嘢喺度，恐怕都冇乜希望。當斷不斷，必受其亂。做嘢要果斷，先除掉呢個令自己忌憚嘅玩意。貓臉阿婆突然尖叫起來，聲音震到林業覺得耳朵快聾咗。林兄，快逃！霍優山逃出兩面小旗射在貓臉阿婆兩邊，低喝一聲結。兩股金氣化作兩條鐵鏈，鎖住貓臉阿婆雙手。林業找住機會轉身就逃。張寶峰激動道：郭造山嘅兩所困邪陣，點解霍小子你已經學會咗？聽到呢句話，林業臉色就變，就清楚肯定係困唔住呢隻貓臉阿婆。張寶峰呢個家伙吹邊個打臉？呢係鐵律。咔嚓！貓臉阿婆雙手一收就掙脫開，聲嘶力竭嘅怒哮：還我孫子！收！貓臉阿婆殺出，瞬間來到林業跟前，嗰啲乾枯嘅利爪找出。林業轉身迎氣與佢對轟，好氣三陰，四成四掌。砰！兩掌對轟，貓臉阿婆被轟飛出去10米之外。卧槽！咁勁！張寶峰同霍優山都懵咗，呢一掌嘅威力勁到有些恐怖了吧？天榜挨上呢一掌，不死都大殘。呼！林業大口喘住氣，臉色難看。好氣三陰嘅第一掌4成4確實恐怖，但瞬間抽乾丹田4成4嘅陰氣，都着實有些頂唔住。慢慢嚟還好，但呢一下子，邊個受得了？逃！林業撒腿就跑，霍優山同張寶峰跟上。後面嘅貓臉阿婆爬起身來，扭動咗兩下身體，180度嘅手臂又轉返嚟，滿臉憤怒嘅追殺林業。還我孫子命來！呢隻貓臉阿婆奔跑起來唔係雙腳，而係雙腳雙手齊上陣，就好似一隻貓。第72章原來是一坨大。隻貓臉婆婆直接超越咗張寶峰同霍優山，追殺前面嘅林業。卧槽！林業爆咗一句粗口，心中咒罵：今次自己真係踢到鐵板啦，打唔贏，根本打唔贏。翻身跳上屋頂，但呢隻貓臉婆婆更快。好氣三陰，佢自己先勉強入門，可以轟出第一掌已經係燒高香啦。至於其他法術，對呢隻貓臉婆婆根本冇乜作用。總之都係自己實力唔夠，賽就多啲練。貓臉婆婆逼近林業，一掌轟出，林業唯有被逼轉身還擊。砰！冇咗4成4掌加持，林業直接俾人轟飛出去，跌咗落地下。搖人！林業急忙逃出迎殺靈，口中念念有詞：陰靈響，萬鬼現，八方惡鬼莫要藏，聽吾號令來。一剎那就見幾隻孤魂野鬼出現在附近，但都唔敢過來。林業好清楚呢啲家伙撐場面得啦，想佢哋出手根本指望唔上，仲要施展請鬼御敵術，當即雙指點向腹部、胸口、額頭3個穴位，口中低喝：天門已開，烏鬼速來。上次喺湘西縣家大鬧，多次施展請鬼御敵術，身體已經差唔多頂唔順啦。普通施展請鬼御敵術都係請一隻鬼上身代打，但林業每次都係100隻起跳，
以佢依家嘅情況，根本負荷唔到。但願請嚟嘅係一位狠人，係狠鬼。林業心裏祈禱，一縷青煙飄入林業體內，緊接之後只聽到一道男聲：係林老闆嗎？林業略為意外，你識我？嗰個男子嘻嘻一笑，我早聽同事提起過你，葉來香火鍋店，我本來打算去試下，但唔知上面突然發咩風，工作量猛增1倍，所以一直冇時間。聞言，林業滿臉興奮，原來係叉爺。我叫吳剛，林老闆，把身體控制權交俾我，我俾你睇下我嘅本事。吳剛信心十足，好。林業點點頭，把身體控制權交俾佢，心裏就一個字：穩。聽呢個吳剛嘅語氣，想必10拿9穩。不得不承認，自己呢招請鬼御敵嘅術用得恰到好處。妙！吳剛一揮手，一條鐵鏈甩出。林業知道呢條鐵鏈係勾魂鏈，自己用過鬼叉專用嘅法器。一般鬼叉都係兩勾魂，一個勾魂，一個看守。但呢個吳剛直接出手，毫不拖泥帶水，一看就知道勁得可怕，恐怕都同趙哥嗰種等級。隻貓臉老婆婆一隻手俾纏住，吳剛眼神微迷，猛然發力，俾我過來。貓臉老婆婆俾扯咗過來，吳剛握拳轟出，拼！呢一下拳頭硬生生轟喺貓臉老婆婆嘅臉上，但貓臉老婆婆冇事。啊！林業震驚，吳剛都懵咗。貓臉老婆婆突然一掌朝住林業嘅面門拍去，呢一下掌直接轟得林業倒飛出去，撞喺後面嘅牆壁上。吳剛被打咗出去，林業就噴咗一口鮮血，望住旁邊嘅吳剛都懵咗。呢個就係你話俾我睇嘅本事？吳剛滿臉尷尬，一直都係用靈魂體嘅戰鬥方式，依家突然用身體，有點唔習慣。我個老鬼！林業心中10000隻草泥馬奔騰，問：打得過佢嗎？吳剛肯定地搖頭，唔得。林業徹底無語，他發誓今生從未敢無語過。呢個家伙完全就係嚟扮嘢，仲係冇實力硬扮，純一個搞笑男，下頭啊！但我可以逃啊！吳剛自信道：其實我實力唔強，但逃走可是出了名的叻。快啲！林業依家只能死馬當活馬醫。吳剛又轉入林業身體，然後轉身就跑。貓臉老婆婆喺後面追，有點東西。林業有點意外，呢個吳剛冇呃自己。佢實力雖然唔算勁，但呢個跑嘅本事確係唔錯，速度又快，走位又瀟灑。就算呢隻貓臉老婆婆雙手雙腳齊上陣都追唔上，就算追上，吳剛都可以輕鬆用瀟灑走位避開。吳剛嘻嘻一笑：林老闆，點樣？我呢啲走位還可以嗎？數林業俾最高評價。來到一個岔路口，見到幾個人影出現，正是黃右4個。林老闆，呢4個？林業突然諗起啲嘢，笑道：把呢隻貓臉老婆婆引過去。好啦。吳剛控制住林業嘅身體跑過去。4個人見到林業都呆咗，蔣平就冷笑道：林業，我正愁揾你呢。我唔考，我都正揾你哋呢，仲送俾你哋一個禮物我。林業突然一閃身，後面嘅貓臉老婆婆利爪直接刺來。呢係？蔣平一驚，手掌凝聚電弧轟出，拼！雙方對轟，貓臉老婆婆只係後退2步，而蔣平就比轟退咗幾米先勉強穩住身形。朱淑文一眼就認出呢係乜嘢，驚呼出聲：呢係貓臉老婆婆。乜？蔣平臉色就變，再望住林業已經跑咗出去20幾米。呢隻貓臉老婆婆邪得滯，大家一齊對付。蔣平已經顧唔上呢啲，只能先對付呢隻貓臉老婆婆。
如果唔能夠拖到天光，佢哋所有人都要交代喺度，跑到安全嘅地方，吳剛先出來。呼！林業長舒一口氣，終於擺脫咗嗰隻貓臉老婆婆。吳剛笑道：林老闆，你既然已經安全了，我就先告辭了。呢個月任務仲有好多魂魄要勾返去陰間交差。好。林業點點頭，抱拳道謝，多謝出手相救，有時間去我鋪頭食火鍋，我一定好好招待。嗰陣要等上面唔發癲先得。吳剛無奈地嘆咗一口氣，就告辭離開。今次差啲被陰溝裏翻船。林業揉咗揉臉頰，嗰陣好痛。呢件事自己冇呢個本事解決。林業剛出開發區，正想打電話同張寶峰佢哋會合，突然諗起啲嘢，又停低腳步。糊塗啊！林業跟住又返返去。呢隻貓臉老婆婆差啲把自己屎打出來，只顧着逃命了，差啲忘記報仇了。見到林業返返嚟，朱淑文滿臉興奮：林道友，你啱好嚟，呢個時候快天光了，只要拖到太陽出來，呢隻邪祟嘅實力就會減弱，到時我哋合力捉佢。第73章斬殺黃油。林業冇理佢，反而望住黃油，面色陰沉咁講：我哋兩個嘅數咪算下啦。聽到呢句說話，黃油驚下地後退一步。林業，你想點啊？我想點？林業冷哼一聲：七丁風官玩得幾好喎，唔係小爺命大，真係要俾你搞死。林業，呢件事可能係誤會，我當時只係……黃油話未講完，林業突然興奮起來：喲呵，真係你個細路啊！佢本來仲唔肯定係咪呢個家伙，但依家已經確定，仲等咩？斬佢！黃油意識到自己講錯咗嘢，即刻轉身就跑。林業立刻追上去，蔣平大喝一聲：林業，你敢！緊接住同樣追了上去。呢個係鬧咩出？楊海堅同朱淑文都已經崩潰晒。呼！黃油大叫喘氣，而後面嘅林業就係緊追不捨。土靈！林業低喝一聲，腳下土靈飛出，鑽入地下捉住黃油雙腳。林業近身一刀砍出，搏之！黃油背脊被一刀砍中，頓時血流不止。林業另一隻手合住黃油嘅喉嚨提咗起身。林老魔，放低我屍侄！蔣平呢時趕到，雙手電壺游走。放開佢！林業聲音冰冷：你點解唔問問你呢個屍侄點解要用七丁風棺封住我嘅棺材？蔣平望咗望已經被嚇到面色通紅嘅黃油，佢了解自己呢個屍侄嘅性格，雖然唔知呢件事嘅來龍去脈，但想必係用七丁風棺得罪咗林業。但畢竟係自己嘅屍侄，自己絕對唔可以袖手旁觀。蔣平當即開口：林業，呢件事我雖然唔知來龍去脈，但黃油嘅錯我會俾你一個交代。林業冷笑一聲：來了興趣，講講睇，你打算點樣俾我交代？蔣平諗咗諗話道：反門派之後，我會叫黃油喺門派面壁思過5年，絕對唔會俾佢下山。甲子浩劫嗰年，你都唔想得罪神霄派啦。咁啊，咁佢可以去死。林業掐住黃油嘅手猛力發力，咔嚓，黃油卒。林業隨手把黃油嘅屍體扔到蔣平面前，面色冰冷：攞神霄派嚟壓我，你做到咩？你哋嗰日明知子來了都唔得，自己若怕得罪人，就唔會收旁門左道。點解要收旁門左道？為咗就係肆意張狂，放蕩不羈。林業唔中意得罪人，但都唔希望有人得罪佢。林業，蔣平陰狠嘅注視住林業，已經快失控。林業一臉不屑，收刀邁步離開，翻去同你哋掌門講，若唔爽，隨時可以嚟昆明殺我。當然，你若唔服，現在都可以出手，但我敢保證，你敢出手，我就敢殺你。殺咗黃油會得罪神霄派？
咁又點？唔殺就唔會得罪咩？對方都已經要自己命，仲理佢咩身份咩背景？咁你仲混咩旁門左道？林業唔愛殺戮，但唔代表佢就善良。佛憎一炷香，樹憎一張皮，人憎一口氣。離開呢度就已經係清晨，太陽慢慢升起。至於嗰隻貓樣老太太，楊海堅同嗰個朱淑文倒有些本事，真係可以拖到天光。不過以嗰隻貓樣老太太嘅道行，唔單止係楊海堅同朱淑文，就算再加埋林業佢哋三人都未必可以拿下。攞到報酬，林業攞到自己嘅20萬，三人就開車返昆明。至於嗰個獎評，林業唔放在心上。若神霄派咁嚟，就咁血拼。開車嘅霍丘山問林兄：你真係殺咗黃佑嗰個小子？林業嘴裏叼住煙，笑道：你都覺得我唔應該殺佢？霍丘山搖搖頭，江湖上冇實力就會俾人當軟柿子捏，包括正道都係如此。至於該唔該殺嗰個黃佑，還要睇實力。霍丘山呢句話講得相當透徹，林業自然都明白其中道理。但唔巧嘅係，自己正好有呢實力，喺其他地方自己唔敢講，但喺昆明呢一畝3分地，尤其喺火鍋店有七爺同八爺罩住，真係唔虛佢神霄派。返到昆明，三人分道揚鑣。返到住處，依家先下午，離開店嘅時候仲早。林業就盤膝而坐，開始練麻衣鬼術同四子續命術。以自己嘅天賦，可能3個月就可以練出一子，到時多一條命，腰桿都要硬好多，咁先可以肆無忌憚，囂張跋扈。杭州某處高檔小區內，阮浩天面色陰沉，嗰個林老魔嘅養父母就住喺呢度。旁邊嘅族人點點頭，冇錯，我查到嘅資料就住呢度，但具體係做咩工作嘅，我冇查到。我都問過道協入面嘅朋友，上面淨係得2個字：保密。保密？阮浩天皺眉，一個普通人連道協都查唔出係做咩工作嘅，難不成林業嘅養父母係官場嘅大人物？家主，我哋仲出手咩？嗰個族人問。阮浩天面色陰沉地點點頭，當然要出手。佢林業敢燒我阮家，我就敢要佢全家嘅性命。正講住，一位西裝革履嘅中年男子走了過來，淡笑一聲：點？阮家主唔喺湘西呆住，跑杭州嚟做咩？見到來人，阮浩天面色就變，難以置信：沈爺，你點解喺呢度？唔單止阮浩天，旁邊幾位阮家弟子見到來人都係倒吸一口涼氣。此人正是中華道協總會長，黑榜排行第8嘅沈巨明。沈巨明淡淡一笑：我點解喺呢度唔重要，但你阮浩天點解喺呢度好重要？聽到呢句話，阮浩天面色難看下來，就已經猜到沈巨明恐怕都係為林業嘅養父母而嚟。見阮浩天唔言，沈巨明繼續話道：江湖講大唔大，講細都唔細，阮家大院被一把大火燒咗，瞞唔住道協嘅，你唔嚟則已，但嚟咗我就講清楚，林業嘅養父母你阮家唔可以動。呢句話一出，阮浩天再也忍唔住，開口道：沈爺係打算保嗰個林業？沈巨明搖搖頭：林業你殺要同道協冇關，我更唔會插手，但佢嘅養父母你唔可以動。點解？阮浩天不解，佢林業到底有多大嘅能量，竟然可以請到沈巨明幫佢出頭？道協少有過問江湖之事，除非威脅到平民嘅事件，呢都係佢哋嘅底線。道協係官方組織，存在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令靈異圈嘅收視唔可以肆意殺害普通人。佛憎一炷香，樹憎一張皮，人憎一口氣。離開呢度就已經係清晨，太陽慢慢升起。至於嗰隻貓樣老太太，楊海堅同嗰個朱淑文倒有些本事，真係可以拖到天光。不過以嗰隻貓樣老太太嘅道行，唔單止係楊海堅同朱淑文，就算再加埋林業佢哋三人都未必可以拿下。攞到報酬，
林業攞到自己嘅20萬，三人就開車返昆明。至於嗰個獎評，林業唔放在心上。若神霄派咁嚟，就咁血拼。開車嘅霍丘山問林兄：你真係殺咗黃佑嗰個小子？林業嘴裏叼住煙，笑道：你都覺得我唔應該殺佢？霍丘山搖搖頭，江湖上冇實力就會俾人當軟柿子捏，包括正道都係如此。至於該唔該殺嗰個黃佑，還要睇實力。霍丘山呢句話講得相當透徹，林業自然都明白其中道理。但唔巧嘅係，自己正好有呢實力。喺其他地方自己唔敢講，但喺昆明呢一畝3分地，尤其喺火鍋店，有七爺同八爺罩住，真係唔虛佢神霄派。返到昆明，三人分道揚鑣。返到住處，依家先下午，離開店嘅時候仲早。林業就盤膝而坐，開始練麻衣鬼術同四指續命術。以自己嘅天賦，可能3個月就可以練出一指，到時多一條命，腰桿都要硬好多，咁先可以肆無忌憚，囂張跋扈。杭州某處高檔小區內，阮浩天面色陰沉，嗰個林老魔嘅養父母就住喺呢度。旁邊嘅族人點點頭，冇錯，我查到嘅資料就住呢度，但具體係做咩工作嘅，我冇查到。我都問過道協入面嘅朋友，上面淨係得2個字：保密。保密？阮浩天皺眉，一個普通人連道協都查唔出係做咩工作嘅，難不成林業嘅養父母係官場嘅大人物？家主，我哋仲出手咩？嗰個族人問。阮浩天面色陰沉地點點頭，當然要出手。佢林業敢燒我阮家，我就敢要佢全家嘅性命。正講住，一位西裝革履嘅中年男子走了過來，淡笑一聲：點？阮家主唔喺湘西呆住，跑杭州嚟做咩？見到來人，阮浩天面色就變，難以置信：沈爺，你點解喺呢度？唔單止阮浩天，旁邊幾位阮家弟子見到來人都係倒吸一口涼氣。此人正是中華道協總會長，黑榜排行第8嘅沈巨明。沈巨明淡淡一笑：我點解喺呢度唔重要，但你阮浩天點解喺呢度好重要？聽到呢句話，阮浩天面色難看下來，就已經猜到沈巨明恐怕都係為林業嘅養父母而嚟。見阮浩天唔言，沈巨明繼續話道：江湖講大唔大，講細都唔細，阮家大院被一把大火燒咗，瞞唔住道協嘅，你唔嚟則已，但嚟咗我就講清楚，林業嘅養父母你阮家唔可以動。呢句話一出，阮浩天再也忍唔住，開口道：沈爺係打算保嗰個林業？沈巨明搖搖頭：林業你殺要同道協冇關，我更唔會插手，但佢嘅養父母你唔可以動。點解？阮浩天不解，佢林業到底有多大嘅能量，竟然可以請到沈巨明幫佢出頭？道協少有過問江湖之事，除非威脅到平民嘅事件，呢都係佢哋嘅底線。道協係官方組織，存在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令靈異圈嘅收視唔可以肆意殺害普通人。林業依家真係變成甩手掌櫃，賭都落得自在。呢時2位陰差走咗入嚟，後面仲跟住一條用勾魂鏈鎖住嘅孤魂。呢個孤魂見到林業明顯有啲驚，下意識眼神閃避。林業見到呢幅景象有啲疑惑，呢個人自己都唔認識啊，隨即問2位陰差。其中一位陰差如實講，趕屍匠阮家嘅一位弟子，本來3日之前就陽壽已盡，但阮家一直壓住佢唔放，話要佢交代完後事，然後把僵屍轉交俾其他族人才肯放人。講到呢度，嗰位陰差一臉無奈，呢樣嘢唔係第一次發生。阮家嘅弟子？林業咧嘴一笑，真係妙啊！瞓着咗送枕頭，自己正愁去邊度學阮家嘅控屍術。呢送上門咗。林業笑道：2位，我想借呢個家伙嘅魂魄問下啲嘢，唔知可唔可以幫個方便？你2位差人有啲為難。小黎，呢2位差人嘅飯錢免咗。
林業講完，又偷偷摸摸俾兩位差人賽咗2張500鬼錢嘅銀票。雖然佢依家嘅人脈，就算硬要呢兩位差人都唔敢唔俾，但冇呢個必要。畢竟自己係開鋪嘅，生意來源就全靠呢啲差人，得罪佢哋，對自己百害而無一利。至於錢，佢哋多嚟幾次，自己就賺返嚟。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林老闆爽快。一位差人開口，另一位差人也點頭。林老闆都做到呢份上，佢哋仲可以講啲咩？淨係問下啲嘢嘛，只要唔俾佢魂飛魄散就得。嗰差人提醒道：林老闆，呢個魂魄唔可以俾佢魂飛魄散，你真係要小心啲。林業點頭，保證道：放心。兩位差人把魂魄交俾林業，就去咗個空位坐低。林業找起勾魂鏈，就拉住魂魄走入旁邊嘅雜貨間。剛入雜貨間，關上門，嗰弟子撲通就跪低，求饒起來：林爺，你同阮家嘅事同我冇關，我淨係一個小弟子。林業笑道：放心啦，我唔會為難你嘅，我淨係想問下啲嘢。聽講呢個弟子有啲疑惑：林爺，你想問啲咩？林業嘻嘻一笑：我對你阮家嘅控屍術好有興趣，你教我。啊，你想學控屍術？呢個弟子有啲意外，隨即為難起來：林爺，法無私傳，我阮家3000年嘅底蘊從未斷過，其中一定有獨特之處，而其中之一就係喺我哋入行時發過誓，絕唔可以傳俾外人，否則靈魂會受損。林業臉色立馬沉咗落嚟，咁講你係唔打算教啦？呢個弟子着急起來：唔係我唔肯教，係真係唔可以教啊！見到佢咁着急嘅樣，林業就知佢冇講大話。趕屍匠阮家真係名不虛傳，有3000年底蘊，確實有啲本事。中華歷史悠久，王朝更替，能夠傳承下來嘅，皆有佢自己嘅獨特之處，否則早就淹沒喺歷史嘅長河裏面。既然唔可以教，咁我就自己嚟攞。林業講完，抬手抓住呢個弟子嘅頭，吹動丹田陰氣，陰鬼入身，秘密無藏，守魂。呢個弟子瞬間呆靈喺度，而林業就係眼神微迷。片刻之後，林業先收手，臉色有啲難看，居然守唔到。呢個弟子抽搐2下，魂魄狀態弱咗幾分，趕忙求饒：爺，求求你饒我一條命，呢個守魂嘅法術我真係頂唔住第2次。林業沉默冇講嘢。剛剛佢施展咗守魂術，的確可以搜出呢個弟子嘅記憶，但效用唔大，淨係搜到呢個家伙2個月前嘅記憶，再之前都唔係唔得，但再搜落去，呢個家伙非要魂飛魄散。如果呢個家伙魂飛魄散，咁自己都唔好交差。林業靈機一觸，突然諗起啲咩，唔可以傳俾外人，咁可以傳俾徒弟嗎？啊？呢個弟子明顯冇反應過來，點點頭，可以。聽到呢句，林業咧嘴一笑，問道：你哋趕屍阮家收外姓嘅徒弟嗎？趕屍匠阮家係一個家族結構嘅門派，由家主到弟子，基本上都係姓阮。收。呢個弟子點點頭，林業又問：咁你哋對拜師有啲咩要求嗎？呢樣就冇。呢個弟子搖搖頭，只見林業撲通一聲跪低，合咗一個響頭。弟子林業願拜入師父門下。呢個弟子都懵咗，呢個動作來得太突然，俾佢搞唔掂。第75章學得控屍術。林業完全唔覺得丟臉，甚至覺得理所當然。如果可以學到控屍術，咁自己嘅實力就會大大提升。拜師又算得了乜嘢？又想做賤人，又想立牌坊，世間邊有呢啲好事？為咗提升實力，唔會驚。猶豫1秒都係對阮家趕屍術嘅唔尊重。師父見到呢個徒弟仲喺度發靈，林業叫咗一聲。呢個徒弟反應過嚟，好徒兒。林業開口問：咁樣拜師算數未？
大概應該算數咗啦。呢個徒弟有啲唔肯定，如果喺家族就一定仲要敬師傅茶水呢啲，但而家冇呢個條件。其實拜師最關鍵嘅唔係拜師茶呢啲，而係呢一跪。普通人冇乜嘢，但佢哋修道者就唔可以隨便跪。上可以跪天，下可以跪地，人間只可以跪父母同自己嘅道統祖師爺同師傅。就算係佛門弟子入咗道觀，見到三清祖師爺都係雙手合十，道士都係咁。所以林業就將拜師茶呢啲省咗都得。好徒兒，快啲起身。呢個徒弟趕緊叫林業起身，佢清楚自己呢個師傅只係師傅咁簡單。如果呢個林爺唔開心，將自己斬咗咪斬咗。林業起身已經迫不及待，得啦，快啲教我啦。師傅都拜咗，頭都合咗。如果行得通，咁一切好商量；如果唔行得通，咁自己只能講一句好抱歉。憑佢嘅個性，吃虧嘅事肯定唔可以做，都唔可以接受。呢樣嘢得唔得？呢個徒弟仲有啲猶豫，但都清楚如果唔講，等緊佢嘅係乜嘢。徒兒，想學阮家嘅控師術，仲要由阮家嘅起源講起。由呢個徒弟口中，林業了解到好多阮家嘅歷史發展。呢個弟子叫阮經明，係阮家嘅一位普通弟子。而阮家嘅起源都幾有講頭，相傳阮家控師術起源於戰國時期。嗰時喺戰場上，有7個人偶然獲得咗呢個控師術，而嗰時仲未叫趕屍匠，而係叫做七官師。7個人當中就有阮家嘅先祖，但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嗰7個人當中只有3位衣缽傳承落嚟。當中1個人就係阮家嘅先祖，而另外2位就係趕屍匠其他門派嘅祖師。所以今日嘅趕屍匠當中，其他門派加埋都屬於嗰2位嘅傳承，只有阮家嘅控師術係師承自己先祖。聽完，林業聽得嘖嘖稱奇。呢阮家咁自稱3000年間底運真係唔虛。而家好多名門正派都開口就3000年間底運。至於係咪真係，邊個知呢？林業已經等唔切啦，得啦，差唔多應該教我控師術啦。趕屍匠嘅控師術好雜，雖然同為趕屍一脈，但師承唔同，控師嘅手法都唔同。阮經明開始講起嚟，先係令林業了解趕屍匠各個門派嘅優點，然後又從最基本嘅手法開始講起。首先係修煉法訣，然後係心得呢啲。就連阮經明都冇諗到林業呢個方法真係可行。林業就係心中偷笑。阮家呢個防止法術外傳嘅手法真係幾厲害，但邊個都諗到會遇到自己呢個老六呢？往往係睇落好似無計可破嘅秘術，就越容易轉空子。一直講到6點半，天已經快亮咗，阮經明先勉強講完。林業就係把所有內容都默默記喺心中。徒兒，我知嘅已經全部講咗，你要說話算數。阮經明生怕林業突然反悔。林業笑咗，師傅放心，我呢個人一向尊師重道。阮經明根本唔信，為咗控師術話跪就跪，毫不猶豫。即使係旁門左道都少見呢種人。如果換做其他人，肯定都要猶豫一陣。但林業呢？啪，跪低咗。講真，就佢呢個動作，阮經明唔懵都係唔可能。林業突然淡淡一笑，師傅，時間唔早咗，你應該上路咗。聽到呢句說話，阮經明頓時緊張起身，開口求饒：徒兒，你答應過我嘅，只要我把控師術教你，你就放過我。林業滿面無語：你緊張乜？你一個魂魄未落陰間投胎，仲想喺陽間做乜？原來係呢個上路啊！阮經明長舒一口氣，隨機好奇問道：徒兒，你就咁拜我做師傅，你個師傅同意嗎？呢樣嘢嘛。林業無奈嘅嘆咗口氣話：我有2個師傅，一個本來就死咗，另外一個連帶師爺一齊俾我殺咗。但你估下點？佢又活咗，真係頭大啊！隨即林業又笑咗，不過嘛，
若你投胎遲，或許我可以送佢落去陪你我。啊，呢樣嘢大可不必。阮經明嘴角抽咗抽，呢就係佢所講嘅尊師重道，同嗰欺師滅祖嘅逆徒有咩分別？教佢法術嘅師傅仲真有一個係活人，包括自己。至於嗰第一位師傅，以林業嘅脾氣，肯定會送佢落去陪自己。林業望住阮經明，打趣起來，能夠做我嘅師傅，你應該覺得榮幸先至。畢竟我看唔上嘅嘢，其他人想教，我都唔想學。呢唔係假話。林業拜師嘅原則只有一個，活嘅唔要，只係死嘅。畢竟師傅死咗，自己先至可以繼承佢嘅衣缽。道同係一個，自己繼承咗師爺嘅衣缽五靈。呢降頭師算一個，自己繼承咗四子續命術。至於呢位，抌，可惜家底薄，冇乜衣缽可以繼承嘅。不過能夠學到阮家嘅控屍術都唔虧。把阮經明嘅魂魄交俾兩位鬼差，林業又用錢打點一番，令阮經明喺陰間嘅日子可以好受啲。如果可以直接投胎嘅話，可以安排一個好嘅人家就盡量安排一個，畢竟都算係師徒一場。葉來香打烊，林業就火急火燎嘅去製作控屍靈。想成功施展控屍術，必須有控屍靈作為媒介。自己嘅換鬼術都係如此。製作呢控屍靈嘅一般工匠肯定唔得，林業只能拜託張寶峰。畢竟呢個家伙人脈廣，肯定識呢方面嘅人。3日後，張寶峰就將控屍靈交俾林業，然後開口收咗8萬嘅人工費。呢令林業都懵咗，呢製作一個細靈咁貴？張寶峰當時都解釋咗一番。如果係普通嘅銅鐵肯定唔得，必須得開過光嘅，而且必須手工打造。呢啲仲係基礎，其餘嘅雜七雜八又講咗一大堆。